來，鄉親啊，繼續來看白沙屯媽祖再去到彰化市白沙屯媽祖聯誼會派出着行動菜車，佇個亂橋休困的地點提供中晝飯，這個是準備七菜一湯，會當予8,000人來享用。天也未光，高麗菜都已經切好、洗好，準備落油鼎炒。高麗菜炒煞換切橋，油啊過油，增加油金啊油金，所以藍醬料3高讚塔，滋味蓋讚。漂亮，來。這個生意上好。為半暝2點，無閒到9點，總算甲七菜一湯準備好勢。白沙屯中華媽祖聯誼會已經是第41年共餐，幾十回這工，做甲規身軀乾，嘛攏袂發忝。攏袂忝，有來到3工。當年啊，大家互相鬥相共，主要遐個真辛苦，行路的民眾大家食。8,000尾的四聲木，480斤糕肉，每一台車攏準備3斗白飯，還有3斗鴨肉油飯，會當提供予8,000位鄉親卡。在咧媽祖亂橋休困時陣，食到誠意滿滿的免費料理。不過行動車駛到大，敢有人知？阮爸咧做的時陣。這是用 BB 扣啊，是用手機聯絡啊。即擺就是這個方便，就是我都看 GPS， 較知影講啊媽祖駐駕佇倒位，停車位喺咧倒位。安尼，阮高度時間掌握講，互這個休閒卡用餐啊。白沙屯媽祖的路線攏愛跋杯才當決定，加在有科技導幫站，就當隨知影白沙屯媽祖佇咧搭。行動車早就整好餐點，傳予民眾吃。一直關注媽祖要怎麼走啊？他如果休息了，我們就直接東西就載過去了。亂橋的線路照 GPS 都唔驚行甲碰見，即工互相幫伴合作，自助餐食偌濟，得偌濟，補充體力，再個繼續跟對。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